咱来关心进前有民众的车掉伫高速公路过路，因为这个人是希望讲会当是熟悉人来甲拖车，所以呢，伊专甲车刹去边啊，用刹的安尼倒啊刹。高速公路警察即马表示讲，这款行为是真危险，高速公路的车呼呼叫，相当会当甲罚6000块。 两个民众伫修理车后壁斗刹车，过无偌久，连驾驶嘛都来斗相共。但是因人伫车道顶悬，看起来真危险。国道1号往南143.7公里，当路路段车站下晡是发生修理车故障停伫路肩。虽然讲高公局的拖吊车和风浪车拢经到场，但是车主想要找家己熟悉的拖吊车业者，决定要刹车到头前的立车弯遐。但是外面看起来真正就危险。这样看起来很危险啊，因为高速公路上的车速比较快。 我可能就会先靠边，然后放三角锥，然后打开警示灯。国道警察讲，伫高速公路顶悬刹车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违规减速临停的规定，会当罚3000到6000。车若歹去正确的处理方式，应该随伫后壁50到100公尺的所在，放三角告钟警告标志，卡198通报，而且1点钟来把车刷走。 在高速公路上，如果车辆故障，应依规定在后方摆放故障标志，然后并且尽量的移至路肩，然后同时要在1小时内排除。那关于本案当事人下车推车的部分，是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3条第1项第8款的规定。 警方强调讲，高公局有特约的拖吊业者，咱有公开统一的收费标准，民众较免烦恼讲业者黑白开介绍，此外嘛有固定申诉的管道，若有信用卡救援服务，嘛同款爱伫规定时间来处理了，若无嘛是会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